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另一個簡單易煮嘅食譜，呢個就係蒜蓉滑蛋豆腐蒸蝦啦。海鮮嘅食譜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，除咗魚同蟹之外，當然唔少得蝦啦。而蝦嘅食譜，當然首選就係蒜蓉蒸蝦，因為蒜蓉可以將蝦嘅鮮甜味以及香味都帶出嚟。今次我哋呢個食譜仲加咗雞蛋同豆腐墊底，等啲蒜蓉汁同蝦汁嘅精華可以俾雞蛋同豆腐吸收，非常惹味。蒜蓉蝦可以用嚟送飯，而雞蛋同豆腐就可以用嚟撈飯，真係好食到連汁都撈埋。今次介紹呢一個蒜蓉滑蛋豆腐蒸蝦，簡單易做，大家有時間都不妨試一試。做呢一個蒜蓉滑蛋豆腐蒸蝦嘅材料包括有蝦8隻，大約320克；雞蛋2隻；豆腐350克；青蔥1顆；食油1湯匙；水150毫升；豉油0.5湯匙以及蒜蓉1.5湯匙。我哋首先將啲蝦用水清洗乾淨，然後將1顆青蔥切粒，跟住將蒜頭去衣，做成大約1.5湯匙嘅蒜蓉。跟住將2磚豆腐，大約350克，每一磚切開一半備用。將2隻雞蛋打匀，然後再加入150毫升水，將材料攪匀備用。我哋首先將啲蝦用水清洗乾淨，然後用鉸剪將蝦鬚蝦腳剪走，等食起上嚟會方便啲。跟住喺蝦背部嘅中間，用牙籤將蝦腸挑走。再用刀將蝦切開一半。開爐，打開中火，加入一半水落隻鑊度，然後將水煮滾。水滾後，將豆腐放入鑊度煮大約5分鐘。
等豆腐可以先出水。等一陣同雞蛋蒸嗰陣時就唔會水汪汪。豆腐煮好之後放上碟，然後加入蛋液。將豆腐蛋放入蒸鍋，用中大火蒸大約10分鐘。10分鐘後，打開鍋蓋，將蝦放上已經蒸熟嘅豆腐蛋上面。再喺蝦嘅上面加入大約1湯匙嘅蒜蓉。然後放入蒸鍋，用中大火蒸大約5分鐘。5分鐘後，打開鍋蓋，將蔥粒加喺蒜蓉蝦上面。而家做一啲蒜油，用嚟加落去蒜蓉蝦上面。首先加入1湯匙嘅食油，然後加入半湯匙嘅蒜蓉，用中火將蒜蓉炒至釋出香味。將煮好嘅蒜蓉油淋上去滑蛋豆腐蝦上面，再加入半湯匙嘅豉油，一碟非常惹味嘅蒜蓉滑蛋豆腐蒸蝦就完成咗啦。有時間大家都不妨試一試。如果大家都喜歡呢一個視頻，請大家留言、分享、按讚同訂閱。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美味嘅食譜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再見。